主来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无限的恩典，互阮领受这款的祝福。今仔日母亲节，阮对心底感谢上帝赏赐阮疼阮的老母。虽然有的兄姐，伊的妈妈已经无伫世间，总是这款的疼，拢无受过当。阮由阮对心底满满的感恩。虽然有时心会毋甘流目屎，总是主你也将这款的疼继续留伫每一代的妈妈的身上，愿对因看出上帝你的疼。我要用你的话，搁一遍来激励甲学习，愿主你圣神对阮家己来讲话。感谢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日姊妹，今日牧师要甲咱三个分享，这个主要的主题是讲，是安怎伫这个世间所有的人，拢咧懊恼，拢咧肯定老母的疼。啊，事实，这个疼世间百种吼，啊是安怎大家特别独独来高举老母的疼。我想的感觉讲，这个是要对上帝创造来思考，咱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吼。啊，咱经再小等的会搁做学习啦吼。咱大声要想的是讲，这个老母的疼吼，源头是对上帝来创造。意思是讲，这个老母的疼毋是用学来啦，学袂来啦。讲我做互你看，你才教我，学了安尼看学几分，毋是安尼，是因为上帝原来就把这个老母的疼直接放伫妈妈的基因内底。老母的这个自我的形象，也是讲一个自我的意识的内面，毋免教。啊，这才是上帝迄奇妙啦吼。但是呢，咱来看圣经创世纪，迄个老母生囝的记载吼，是安尼呢。伊写讲，人类的始祖亚当甲夏娃犯罪了后呢，兼就是上帝吼做审判，这是上帝的审判，啊，佮宣告咧，宣告安怎？讲妇人人爱经历怀孕生囝的艰苦，吼啊，这是上帝咧做各种的这个宣告吼。第一项啦，伊无先讲亚当，伊先讲夏娃，啊，而且讲老母，啊，而且讲怀孕生囝安尼吼。第二才讲着查甫的，吼啊，所以是女性优先啦。第二是讲查甫人就爱规世人来辛劳苦。才会当得到教育的粮食吼，啊，这是第二种上帝的宣告。伫对咱读的迄个创世纪内底。第三呢，伊讲人吼，伫爱伫农园的时阵可能无即个，但是呢，人死后爱搁归回土粉，归回尘土。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就是讲人原来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啊，检采若迄阵。上帝无审判，也是讲无伫爱甸乐园，可能人毋免经过死这个阶段，也毋免佫经过落土入去到伫大自然内底。啊，毋过咱现在所看的到，就是照上帝原来所告的宣告甲审判，这三项是这个创世纪这段经文内底的三个主要的要件。啊，最后呢，讲亚当甲伊的某号名叫夏娃。吼，是伊的先生甲太太号名叫做夏娃，讲因为伊是人类的老母啦，吼，是人类的老母的母亲，安尼用这个来做一个妇人人怀孕生囝一个源头的记载就对啦，吼。但咱今仔日伫母亲节时阵，咱要倒转来想讲，上帝伫创造中，互老母有生育，吼，生育的任务甲能力，到底呢是祝福呢，还是一个刑罚啦？啊，这吼，阮这查甫毋敢讲，爱问妈妈，讲妈妈，你会怀孕生囝吼，到底这是上帝甲你祝福呢，吼，也是一个刑罚？这就真啊，值得咱来思考，吼，值得咱来思考。因为迄个怀孕生囝的艰苦，迄是事实咧。但是到底这是上帝的刑罚是毋是啦？吼，啊，咱搁复习这段经文讲，搁对妇人人讲，我的确大加添你怀孕的艰苦。你要艰苦生囝，我拢艰苦吼，毋是快乐生囝吼。啊，你要恋慕你的丈夫，伊要管合你，安尼是这段经文啦。啊，咱无要讲答案，咱要家己个人家己去思考。吼，第一就是讲，是为何上帝讲
妇人人会艰苦怀孕、艰苦生囝，也毋过伫产房的外面呢，有一片的恭喜甲祝福的声音啦，吼！大家欢喜讲哦，都恭喜你做老爸啊，恭喜做阿嬷阿公啊啦吼，拢咧恭喜。虽然伫产房内面，老母伫哀哭、伫痛疼，囡仔伫哭啊妈妈哭，但是咱咧互相恭喜安尼。啊，搁为何咧小细汉囡仔细囝满月的时阵、渡节的时阵，啊，咱要送油饭、送红卵。啊，甚至渡节啦较功夫吼，讲啊头一个孙啦，啊好啊，甲办一个啊，办一个渡节安尼吼，啊老节请人客安尼吼，这若是咒诅，若是一种的兴奋吼，咱都爱庆祝咧吼，啊这嘛是真有意思啦。过来一个真有意思的例，就是玛利亚。当天使玛利亚宣告伊要怀孕生囝了后呢，后来。玛利亚伊伫尊主上吼，这是一段诗歌内面安尼讲，伊讲对答以后，万世代人拢会讲我有福气。玛利亚怀孕，伊家己称呼讲万世代人咧讲我有福气，啊，这是这段经文所写的。玛利亚讲：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心因为上帝，我的救主来欢喜，因为主有看顾伊卑微的女婢。然后这段话伫遮写讲，对答以后，万世代人拢会讲我有福气，因为全能的上帝为着我做伟大的代志，伊的名是圣。这句话是关联伫玛利亚怀着耶稣的孕，准备要来生了上帝独生的囝，是一种万世代人要讲伊有福气的。所以，咱对这侪的这信息的中间，原本创世纪的作者在写这段话的时阵，是讲上帝用这款的任务放伫女性的身上，看起来是艰苦无毋对，是痛疼无毋对，因为咱知影早前咱台湾有一句话吼，讲囝儿若生成吼，是迄个烧酒芳啦吼。若生无成安怎？是四地帮啦。这是一个，互咱感觉讲生死每一遍老母怀孕生囝，拢是生死见一遍。所以呢，女性生育儿女是一生中上神圣的任务。这是这个神圣的任务，大家明知影讲会艰苦，明知影讲会有这款的危险，但是一般的妈妈。一般的女性结婚了，拢想讲我要爱有囝儿，这是上帝予咱一种神圣的任务啦。无若讲这是艰苦，这是危险，大家拢相争无爱无爱到后摆就无人类啊，敢毋是？但是这是一个上帝特别创造的一个奇妙的循环呢。咱嘛知影讲医学的检测说明讲，妇女生产是所有生物中间痛疼上严重、上痛苦的。这是这个医疗上的一个证据，所以咱搁换倒转来，当看到这个事实以及圣经的话，互咱的一个理解的时阵，咱重新来诠释讲，女性生育并不是上帝的刑罚，是疼甲祝福。但是，迄疼是带着任务的，迄疼是带着神圣的任务，迄是上帝所互女性一个特别的恩赐。意思讲，这个是任务无毋对啦，我嘛会使无爱啊。但是那是人类拢意爱要领受这个任务，迄若毋是对上帝创造所来，若毋是对上帝赏赐所来，人无法度能做到这。意思讲，这已经超过人的理智会当做的事，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。所以咱看见讲，阿伯拉罕的子孙来被祝福，讲是亲像天顶的星。你表示生团济济，这是上界受祝福的一个象征啊！若假使讲，上帝互妇人人生囝艰苦，应该是毋是祝福啊？天顶的星是艰苦愈多的，敢毋是？所以咱会当对即个所在，搁倒转来想，上帝是用一种人的任务，因为受苦带来新的祝福。即个互咱感觉真大的
信仰上的反省，咱人要安怎甲上帝听结连啦？吼，所以这嘛是历史上咱会当理解讲，妇女生产的甲平常吼，伫历史上受来较歧视啦、轻视啦，这事实是男性父权的一个扭曲。吼，比如讲咱早前包括圣经内面拢嘛有讲旧约时代呢，妇人若怀孕生产，讲迄无清气。这个拢是一种误解甲一种的扭曲就对啦，因为迄种用查甫人的眼光在看这个代志。事实，这个观念拢都爱修改过来，甚至讲女性伫历史上长期拢受看轻、受歧视。咱嘛知影讲罗马的时代，也是讲较旧约时代、新约的初期的时代。妇女变做好亲像一个产业共款，好亲像查甫人的一个财产。这个拢是因为咱现在这个人权的意识恢复，慢慢对圣经得到一个新的亮光，才知影讲上帝创造人无分男女，拢是平等。这是一段艰苦的历史呢，迄是真长真长的历史。也毋过咱会通对这看起讲，上帝互妇人人一个特别独一无二的荣耀，就是怀孕生囝。咱拄则有讲起吼，这个老母怀孕生囝毋是学来的，迄个疼囝的心毋是安尼有人做互看，是上帝天生就予伊的。所以咱若要对这个信仰来看，就是讲成就母爱的伟大，事实是对老母怀胎生育受苦来做开始的。意思是讲，老母所有的妈妈的疼，所有的伟大是伊生受艰苦，伊生受迄个怀孕的艰苦，承受生囝的痛疼。那安尼就真奇妙啊！吼，咱会使安尼讲，咱伫咱日常的生活的中间，人甲人的接触中间，因为上帝看袂到嘛。但是咱能对老母的形象去理解上帝创造人类的奇妙。第一，老母对受胎了后开始，若讲9个月的怀胎，这个是老母是真正伫上帝创造生命的参与者呢。你讲上帝创造生命，上帝创造亚当，咱都无看到，但是你看到妈妈，看到太太。你腹肚平平，慢慢几个月，慢慢大起来，这就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，伫你的身躯边伫产生。所以这是上帝创造生命的参与者。佫一项要紧是讲，是主耶稣为着世间人受苦的军队者。我咧理解讲，老母是安那甘愿吃苦啦，甘愿安尼怀孕吼无方便。咱莫讲早时有诶老母吼，身体足勇健吼，排着大腹肚，嘛做事做工课，吼拢无感觉有啥物问题。去做事当咱讲，开始咧阵痛咱走转去厝讲，我要生安尼就对啦吼。较早诶妈妈是足硬撑诶吼，毋过大部分拢是真艰苦，真艰苦。甚至我知影讲有诶老母因为怀胎。是讲胎位无正啦，是各种的情形拢爱倒床呢，倒几啊个月，甚至规个怀孕的过程，是因为伊有领受到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受苦，迄款的基因，伊才有法通做这个代志。我讲这毋是用学的，教袂来，像倒一个老师教伊都会晓的，毋是，这是上帝奇妙的创造。将这个神圣的任务放伫老母的身上，所以我都来讲，因为受苦，因为甚至耶稣基督愿意为世间人受苦，老母愿意为着囝儿4岁来受苦，所以吼妈妈的疼是升华做有神圣的迄个价值啦。咱嘛有咧听起一句话讲，爱情是真伟大，毋过爱情都无爱情呢，迄咱的移情别恋，敢毋是？爱情吼久就会臭酸呢，即嘛是我换别人的。但是老母甲囝迄种的疼是无转移的，无咧转移的。所以讲伊的伟大甲神圣性，
迄是上帝所赋予的。过来，第三是上帝疼世间人迄个疼的数价啦，就是咱定来听一句吼，定来咧讲话，讲因为上帝无法度人吼众人拢看到，所以就派妈妈来做数价，互你知影讲上帝安怎疼世间人。啊，了解妈妈疼囝，啊，你就知影讲上帝，你通理解看到老母的形象，看到上帝的疼。就像耶稣讲，恁若看到人子，你看到我，啊，就会去看到上帝，同意思哈。啊，这才是上帝用妈妈这个角色，互世间人去了解上帝的疼。搁一项，咱拢知影，老母就是生命迄个能量的激发者。咱台湾有一个足特色的吼，足侪迄个流行歌拢在唱浪子的心声，吼啊，就讲我出外漂泊啦、佚佗啦，啊我安怎啦，啊拢会想着讲想着妈妈目屎就流，啊奇怪啊，伫外口吼举刀举枪安尼拼来拼去，啊想着老母吼心就酸，是安怎？足侪人伫外口拍拼、委屈、软弱的时阵，想着老母的疼。就知影讲，我袂使失志吼，我爱互妈妈安心。啊，你敢毋是老母的疼，比任何老师吼，比任何人甲你鼓励更较好。因为迄老母的疼，人讲母囝连心，就是安尼来。啊，所以咱实在是感觉讲，对遮会通理解到老母的伟大，这才是上帝奇妙的相事。因为老母一个关心的话。老母的一个祈祷，老母的一个啊，对囝儿的烦恼忧愁，还是讲担心，互囝儿知影伊有任务，袂使失志，袂使做歹囝，袂使放纵，啊，袂使对社会啊失去迄款的贡献。啊，这些是真奇妙。他有一个小故事，感觉真有意思啦。就是尊荣老母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若少年人可能真熟，就是 NBA 吼，咱最近都袂当拍球啦，所以现在选手拢伫厝内咧关着着。当时呢，伫2014年吼，6年前，一个出名的球员叫做 Kevin Durant， 的凯文杜兰特，伊伫迄年吼得到 NBA 上有价值的球员。我迄是。几啊百个，还是几千人的遐歌手中间的歌手，互人投票，叫做 VIP 啊，吼！啊，伊即个价值是安怎？逐个人得到即款的荣誉吼，是足难，好像足难，一年才一个尔吼。因为迄是200几位迄个体育的记者，吼，因照数据，因照因的即个。拍球的技术，落去评分的，毋是用网络就会当招粉丝团啊，甲我投票，伊迄是正讲专业落去投票，啊，投出即个啊，伊受人欢迎，啊来发表感言啦吼。但是这个感言，真侪人讲，毋是伊的成就，毋是讲伊拍球有偌有成就，因为吼，伊有连续差不多40场吼，逐场拢投拿得到25分以上，伊想逐摆拍伊拢超过25分，哇！啊，这赢过人讲迄个更较出名迄个 Michael Jordan 迄个乔丹的成绩，啊，你就知影讲，哇！这个人哇无简单，但是互人感觉肯定的是伊讲这个话啦。伫迄个在场的时阵咧感言，伊讲伊是一个基督徒，伊讲大声我要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改变我的命运。互我明白生活的真谛。伊讲，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出世的。伊讲，我会当拍篮球，啊，佫拍甲遐尼好，啊，佫有人足侪人甲我帮赞。但是我上界感谢是上帝改变我的命运，互我了解什么是生活的真谛。伊讲，篮球不过是我激励甲启发灵感的平台，吼。啊！伫咧讲话这个过程中间，伊讲起家己的故事啦。伊讲：我要感谢我的老母，你毋知影你对我偌重要。伊咧故事中间讲，
伊的老母伫18岁就生着伊的兄哥，可能是伫一个较属于基层的家庭，是单亲就对啦。但是呢，伊请养这囝儿大汉，生活真歹过，老母要做足侪工工作，通趁钱请养这囝，所以这个主人伊甲妈妈感谢讲，你互阮生活的信心，互阮毋免去伫街头来流浪，互阮有狗仔通好食。伊感谢老母讲，妈妈感谢你，因为你家己枵餓来困，为着阮牺牲。伊讲你才是我上有价值的球员 VIP， 一个世界上界顶尖的一个篮球员，伊得到迄年的 VIP， 但是伊甲妈妈感恩，讲妈妈你才是我生命中的 VIP。所以有真侪人写评论讲这个人吼，哇，优秀啦吼。咱知影讲后来这6冬，伊阁走去勇士队吼，哇嘛拍甲得冠军的吼。后来受伤吼，伫迄年咧拼冠军的时阵，骹受伤，即嘛小可咧静养的款，拄好跟 NBA 无拍安尼吼。伊的球的拍球的技术是互人肯定啦，但是搁较侪人肯定伊的人格，肯定伊的品格、人性，伊对老母的感谢，伊的信仰。所以伫咧评论这球员的技术中间，足侪人肯定讲伊是上界受欢迎的一个球员。伊是一个上有好脾气，也是讲对社会有疼心的一个人。拢伫即款的评论中间，足侪人注意到这，虽然新闻不一定报到遮，拢咧报看人拍球拍好拍歹。所以这个 Kevin Durant 吼，伊咧迄年的演讲，足侪人流目屎感动啦吼。伊嘛有甲乔丹吼去迄个做伙拍球的时阵就对啦吼。好这是伊的老母吼，伊的老母。咱看见即个上帝将即款疼的恩典，也是讲疼的一个上顶，放伫老母的身上了后，咱得理解讲，咱要友好老母、友好父母，这就是一个上帝上大，互咱的任务就对啦吼，互咱上大的任务安尼。圣经有记载讲，上帝爱束福孝敬父母的人。以弗所6章1节到20节有讲到这个基本的要点。第一点是讲，咱爱听探父母，因为这是基督徒的本分咯吼。伊讲咱顺探父母，这是本分啦，无啥物款通好讲的。你就是听父母的话，顺探父母啦吼。着爱孝敬父母，讲事事会亨通啦吼。第三项是讲，爱孝敬父母，就会伫世上享受长寿寿。讲这是第一条带着应允的诫命啦。因为咱这是台语甲华语的无共款，因为同一个主题吼，所以用这个华语的讲，伫世间享受长寿寿，这是带着应允的诫命，这是爱孝敬父母。意思讲无有啥物理由，你讲辩讲是安那都爱友好父母安尼。这是咱所读。伊有所述6章1节到2节，咱就无读啦吼。但是咱讲是安那要友好父母，这有一寡圣经的理解。关键点伫倒位啦？迄个关键吼，第一就是讲，敬听孝顺父母的人，才有资格甲能力来听上帝。这是基督徒一个更较深刻了解。意思是讲我真疼上帝，我敬畏上帝，我听主，你喊甲大细声，但是你连父母都袂友好你要哪听上帝这个意思。因为约翰一书4章20节，这段话互咱真深的提醒。伊虽然毋是讲父母，但是事实就是咧讲这。伊讲，若有人讲我听上帝，毋过怨恨兄弟还是姊妹，伊是白贼。
因为无疼有看会到的兄弟，也是姊妹，哪会疼无看袂到的上帝啊？啊，你怎改几字就好啊？伊讲，若无敬爱父母，吼，若无孝敬父母，啊是兄弟姊妹，要哪会当疼上帝呢？啊，所以这是真好的检验就对啦，吼，真好的检验。啊，咱基督徒，你先疼兄弟姊妹，先疼父母。啊！你才来讲我疼上帝，安尼人信会落吼。啊，无你大细声话我疼上帝，安尼天花乱坠。啊，毋过你平时做人，甲人做伙斗阵吼，都无互人感觉你有咧疼呢。安尼即个是空喙无子的，因为圣经明明讲，安尼是悲惨的，吼，安尼是真大的一个责备啦，吼。过来，咱嘛会当理解讲，有影世间真济有真济不孝子。是因为这毋是伊无爱疼，无爱友好父母，是因为伊无经历过疼。意思是讲，咱一面咱疼上帝、疼父母，这是上帝互咱的规矩哦。但是呢，有人可能是软弱，也是讲伊的人生中间无经历过疼，所以因为伊无理解疼，无感受到疼，你要叫伊会晓友好父母，伊无迄个能力就对啦。其实咱嘛当换一个角度来讲啦，吼，咱讲哇老母伟大，这拢大拢理解，但是咱嘛知影讲有迄个两公的老母啊，嘛有迄个，互人感觉讲哎哟安尼，吼，咱讲虐待家己的囡仔的老母嘛，吼，啊嘛有迄个家暴的老母啊，这嘛是一款个案啊，毋是讲无啊。但是咱嘛会当理解讲，原来上帝互迄个疼的本能互老母。但这老母伊是罪人呐，伊若当伊无有迄个上帝恩典伫伊身上的时阵呢，伊可能受过委屈，也是讲互人放杀，也是讲有侪人生的迄个坎坷歹命运啊，所以呢，伊会将迄个罪性显露出来。原来应该疼囝的煞无疼，原来是迄个本能煞变作毋是伊的本能，伊煞用虐待囝儿来出去就对啦，啊，所以换这个角度，咱人若是无有经历到疼，你伫迄个疼的氛围内底，你才能理解讲哦，原来咱是要友好父母的，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学习啦吼。过来，咱讲人的人生中间，拢有迄个罪的诱惑哦吼，啊，但是呢，上帝会互咱搁重新回转来迄个恩典甲疼的内面啦，有一段话真有意思。伊讲无共款年纪的人对妈妈会讲的代表的一句话吼。啊，这个话真趣味啦吼。啊，我举例讲，第一，3岁时阵会讲妈咪我爱你安尼吼，即个讲妈妈我爱你安尼。10岁的时阵吼开始搞怪啊，讲妈随便啦，凊彩啦，吼。啊，16岁的时阵较叛逆，讲我的妈真的很烦啊！啊，话讲几若10届，搁重讲、定讲啊，听啊足烦的就对啦。18岁的时阵讲啊，足想要离开这个家啊，啊，这个厝住袂落啊，啊，规转去厝哦，老母安尼念袂煞啊，规气想要走啊。但是到大人啊，25岁的时阵。妈妈，你当时讲的是对，你讲的是对。我若听你的话，我就免食遐济苦，吼，我就免即阵咧动榴莲就对啦，吼。30岁的时阵，就开始会笑脸啊，讲啊，我足想要转去妈妈的厝，吼，啊，上无食妈妈煮的迄个菜啊，感觉足有滋味的就对啦。50岁年纪渐渐大，老母已经老啊，就讲我无想要失去我的老母。我无想要失去，到70岁，当然妈妈已经大部分拢已经无伫咧啦。有妈妈伫咧，才是足稳定的吼。伊会讲一句讲：只要我的妈妈还伫咧，我愿意为着我的老母放弃一切。我毋知影讲咱过去即几十年久吼，这个话是毋是伫你的心声内底有差不多安尼正活就对啦吼。所以咱对遮搁倒转来想，是安怎箴言？会安尼学老老母，学老妇人人吼。
31首10讲有在地的妇人人，啥人找袂着？伊的价值大大超过珠宝。伊的价值，因为老母这个心性的疼，老母对上帝领受到这款的恩典，那么会当有一个角度讲，妈妈特别伟大，能力超强，好像 super mother 迄种的吼。伊是讲妈妈逐项拢会得对啦，啊入去厨房洗两洗，啊就变出一出好食的出来。哦，有的囡仔学了老母讲啊，好像很会魔术师一样，也要变化。但是咱会当用一句话来综合讲是安那，咱对老母的感恩，讲有在地的妇人人赢过珠宝，然后讲受囝儿先翁婿的疼的老母，也是讲妈妈是安尼，伊的囝儿困醒起来就甲伊祝福，伊的丈夫嘛称赞伊啦，讲妇人人好德行的真多，毋过你上好安尼。拄则我有咧讲，老母袂恶疾，啊，毋过吼，一旦伊生囝落来了后吼，伊会变做超人就对啦。伊是无愿意对命运伫遐来失败，还是讲对命运来称臣，吼来投降诶。啊，我顶日看到咱兄弟搭几啊张即款伟大老母的形象，我印象真深啦吼。咱来看讲，一个软正的女性，伊安怎会当做即款的代志？这是一个非洲的妈妈，伫个战乱的中间，头前排枪，后壁摇囝。这嘛是落后的国家吼，老母爱囝搁头壳来用这的衫裤安尼。啊，这是即个超级妈妈吼。啊，这嘛是老母的形象啦吼。即个做工课，才会当得到食饱的妈妈，后壁爱一个囝，伫做小工，伫做趁钱。即个老母去远的所在搬物件，手搁抱着一个婴仔。即个可爱阿嬷已经双骹无力啊，举两支管啊，排着遮个茶、遮个草，要转去啊做香火的物件。即个妈妈摇囝，啊可能毋知是风还是安怎吼，安尼伫迄个所在。即个妈妈啊，牵着只驴啊，一面伫摇囝。遮个相片是真自然的相片，迄是人人讲彩搭甲翕起来，就现场的相片啦，毋是装的就对啦吼。咱知影讲，哎呀。每一个妈妈拢是经历即款的，若是你拄着，你大概有哪亲像伊安尼就对了。感谢主，要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因为上帝予你一个恩典，你有带着神圣的任务，伫这人类的角色中间，妈妈是上界接近上帝的角色，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角色，上接近上帝疼世间人的角色。妈妈的鼓励比任何礼物搁较重要。兄弟姊妹，最后咱要讲的是讲，因为你只有一个老母，所以要有效就及时啦。伊讲世间上袂当等的代志是好有效，有效毋通讲等有闲才要有效，随时就会当有效。有两张图片，就是咧讲即个话啦来做结束。伊讲你有一个妈妈，你若听伊，感谢伊，就加有效陪伴伊啦。搁一句话讲，世间上袂当等的事就是有效。感谢主，有的兄弟姊妹，你的老母、爸母要伫咧，尽力无法当亲像古早讲，早暗拢带做伙啦。但是尽力，上帝加添福气互你，因为这是上帝带来应允。第二是，咱伫即个有效的过程中间，是带来上大祝福的。愿主施恩祝福伫咱兄弟姊妹，特别在座所有的妈妈。